當你以為跟足規矩、抄足功課就實批，點知美國奧斯試監管機構一嘢就將間英國公司嘅申請打回頭，仲要係用反 AML 斜線 CFT 反洗錢呢啲基本到唔基本嘅理由。最諷刺嘅係，過去一年明明批咗好幾間同類嘅數字資產公司，點解今次就唔得？呢單嘢就好似你去考車牌，考官見你前面10個考生都過晒，輪到你嘅時候，佢話你唔識打燈，肥咗。但明明你同前面嗰10個嘅操作一模一樣。官方嘅理由係 AML 斜線 CFT 風險，講到好似好高深，但拆開嚟睇，9成9係份申請文件嘅風險模型同內部監控流程，流到一個點，流到連監管機構都睇唔過眼。佢哋個內部合規系統就好似一間茶餐廳話自己用咗5星級酒店嘅管理系統，但連個收銀機都未識入數，一查就穿煲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講真，喺 Web3 同 RWA 呢個場玩，合規唔係裝飾品，係求生工具。連 AML 呢啲入門級功課都交唔出一份似樣嘅答案，仲想喺美國攞牌？真係當奧斯試啲官員係水魚咩？抵你食檸檬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